哎，开始读。1643年4月初4，这最近这2篇大家拢爱困，我拢毋知家己咧读啥。我真正读过是到底读啥，我即嘛有想袂起来吼。但是希望今仔日较清楚诶。1643年4月初4，早起接到牧师 Junius 对小人写寄来一张批，写讲，伫收到咱诶批以后，已经派约700个居民去找逃走诶班帮人，无注脚，毋知影这是倒位人吼。帮人，又搁讲，伊去过大武人，看到迄边诶情况一切良好，甲几个人行洗礼，也甲几对新人证婚。又搁讲，伊计划举行国外节以后，就是国外节的活动啦。以后国外节会对一下，主角就是基督教的国外节。伊计划讲举行国外节以后，要亲自来伊国下口头报告，关系到由西那人出卖各种杂货甲占予居民的代志吼。伊进前读过有印象啦吼，西那人卖物件，互因卖敢若4倍迄种计数吼。今仔日公布，就是本国个2号决议的，关系到伫赤坎甲台湾中间的渡船的告示，并且派代表去几啊适当的所在打出告示，迄个告示吼。同时，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r Eyden 也奉议长的命令，去佛罗摩萨甲台湾的南端迄个业绿的沙洲，业绿是加入啦吼。这翻译安尼是啥物意思？下底有注脚写讲，荷兰时期规个昆新岛称作台湾岛，连接台湾岛的佛罗摩萨岛的迄条划阔搁长的迄个绿地吼，称作业绿。伫个佛罗摩萨甲台湾夹伫中迄块地啦吼，迄块业绿的沙洲顶插得啊侪的路标，就是商务员Johannes van der Eyden 吼，奉议长的命令去迄个业绿遐的沙洲顶头插得啊侪路标，用来方便日常经过的行人看就对了吼。今仔日有10只篷船离开此地，航往西南沿海。再有一批咸鱼、茶参甲榴黄，合计载380个人，也有一只剑龙李林，载一批猪仔甲盐吼，载15个人。暗时有一只篷船对打狗载石河来到遮，载有17个人。自从昨早起，篷船 Alkmaar 号奉命航往北部迄个金矿的所在以来，吼有继续的好天气甲西风，因此你又讲也确信讲，迄只船至少已经到淡水啊，吼，对 Alkmaar 派去北部金矿的迄只船。4月初5，今仔日早起是国外节，也有西风好天，因此无可怀疑，上述迄只篷船应该已经航越淡水前往归人了。上午有3只篷船对南方来到遮，载咸鱼和茶参吼，新茶吼，新菜嘛吼。载28个人，下晡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南方，载有12个人。
4月初六有持续的北风夹着毛毛仔雨，无值得记载的事无准则出入。4月初7，含昨昏相向有持续的东北风、北风甲西北风，恶杂落雨的天气，因此无准则出入，嘛袂当做啥物代志。只干有议长含热兰遮的议会开会决议，有感伫最近真侪私人的含公司的奴隶逃走，而事后又阁拢找无着因，所以阮要用告示通告每一个人，将来即寡逃走的奴隶要公开判刑，伫因的面皮顶头要烙印用烧迄个铁啊去捂就对了而且挂掉香鱼，鱼缸啊迄鱼啊挂掉，并且爱甲铁链做苦工1年，真恐怖。嘛，决议讲，因为看到虽然讲最近公布有关禁止炸武器的告示，也是定定有真侪武器摕来卖互居民因此来决议要重新上述的告示，并且要搁较严格来监视。也决议讲要对华商就是生仔生理人八股所要求的对即个八股所要求的，互伊提出伊已经公司买，而且也未付款即嘛还阁伫仓库里的货物要互伊摕啦要互伊摕即个。伊欠公司的债比长官 Traldenius 阁下所留落来指令还阁较侪，就是 Traldenius 有写讲伊欠偌侪钱，但是实际上欠公司比这阁较侪价值是17300里伊要求要摕好物但是决定无爱动，袂甲同意我要摕就对了相对呢，要伊收取伊的负债对，毋但无爱互摕好，要阁甲收效详情请看今仔日的决议录含告示簿4月初8。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无值得记载的事。4月初9，犹原有强烈的北风，生理人Josie 的运飞仔的篷船落雨。今仔日公布本个月7号决议的关系奴隶逃走的，甲丝带即个丝我看要哪读？恁要看是啥？我要虾，个人是虾虾大，虾啊，迄个虾啦迄个音。今仔日公布本个月7号决议的关系着奴隶逃走甲下大武器的告示，派代表伫适当的所在打出来。下晡有3只高野船出航要去南方普查，载16个人。4月10号，雨天有下日的船只航离此地所在货物甲人数如下。一只篷船航往南方捕掠鱼，载5个人；4只航往西南沿海，再有一批新茶丁咸鱼含30担天然膏的流鱼，载130个人；一只航往安海，即只船会当载100个人，我感觉实在是应该是足大个船的当然应该是足划亏啦无可能互你想好个例啦一只航往安海，即只篷船是顶个月19号对安海载死甲西部来，
阮有交一张中文批，互伊炸转去，互商人，互迄个生意人挪印、杰森和罗迪亚昆切来甲伊讲，要为着日本、荷兰甲其他的东印度地区的需求来想吼。并且设法拢爱按照所定购的样品，伫个期限之内爱运来取兑。迄当阵就按照品质来，互因好的价钱吼，用好的价钱来付款吼。4月11，我是拄则读到即寡希腊商人的名，我就想讲，咱少年的即个航班吼，已经过身啊，即嘛看袂到伊的名。4月11好天，今仔日议长为着要视察赤坎东南方以及附近的树林，该同稽查官、收税员和秘书航往赤坎，以便针对此事近日要来订立各种命令。因为虽然有告示，希腊人也是完全无分大小咧扑查、扑树仔啦黑白扑就对啦，凊看到就扑。暗时啊，商务员 John Barnes Pels 对小人经由网港来到此地，报告讲，因为最近的大雨，网港碉堡的迄个斜坡是安怎讲？处处的迄坡啦吼，严重损害，严重损害，已经有几个啊，迄个离空喙啊吼，碉堡已经有离空喙啊吼。而下属 Adolf Poppin 并无请示命令，也拢无思考。就是为着要找找逃走的路咧吼，无思考，毫不思考的为着要找，这是什么意思？好，带领7、8个人载一只舢板已经离开6、7天，离开了后音信全无，因此迄个碉堡只敢若剩5个人伫遐。又搁讲。伫小人谣传讲，互无人和北平村社的其他酋长最近就要落来。要暗的时阵，迄个希腊人台讲，该同伫个嘉定社东边山区呢，互相近瓦的这4个村社吼，4个酋长来到遮吼，就是。希腊人大讲和即寡酋长来到遮，自愿要来呈现因的土地，互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且受阮的保护。4月12，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中沿海，应该是西南沿海啦吼，绕到这里。载一批咸鱼和新茶，载44个人，别无要事。4月13，好天有轻微的西北风，6只篷船和高野船，高野是 COYA 吼，尽量拢无注明吼，无注脚，我嘛毋知这高野船是啥物船吼。COY 6只篷船和高野船对南方来到遮，载咸鱼和新茶，载54个人。今仔日议长和日咱遮城议会决议，以前公布的关系就伫一个树林叫做威廉树林哈根纳树林哈根纳树林和3座。小森林，小树林啦吼，就是关系伫即寡树林扑树仔的故事吼，要搁再公布一次。目的是要保存赤坎附近的树林，方便阮以及驻军取用柴薪甲木料吼，也互市民甲
前来的船会当继续对遐来取得查询甲目标。也决议讲，无论任何条件的人，将来伫礼拜日或者是圣日根据宗教规定，必须要庆祝的日，拢不得搁做任何工。公众商店不得营业，就是对因来讲，这是算安休日啦，也不得也袂使当咧讲道的时阵，伫一市交易任何物件，就是讲道时间袂使当咧市啊做买卖的公众的酒店不得营业，也不得卖酒。违反者依各市的规定处罚。详情请看今仔日的决议录。伫阮即遮伫我即遮我 New York 足近的迄到位啊，一间日本的 supermarket 伊敢若是拜六的时阵，嘛是袂使卖酒所以伊卖客酒的迄架啊迄当阵就会围起来，用锁啊。甲迄个爱迄个行迄个走道啦行道啦会甲围起来，无你行入去。本个月11号和新仔人台港同齐来伫咧大白莲社东平小山区里4个村社的酋长这4个村社是塔拉水社、巴隆社。无让基有社和贝诺社，4个酋长的名叫做塔林老、迪沃朗、达巴多罗、达马巴林。今仔日也来议会呢，阮问因讲，因是毋是愿意归顺接受荷兰人的保护？因村社里的其他的酋长和一般人是毋是对此有满意？因拢同齐来回应讲是，所以因就甲因的土地完全交予荷兰政府，并且讲因愿意和大木莲甲放沙顶社相款每一年交猪仔和米予公司，表示承认公司是因的保护主，而且因愿意，若是讲。情况符合因愿意将来被阮调换，就会来即个城堡，就是以后随传随到啦因含米互公司是啥物意思？因此啦，歹势因此赠送因每一个人2匹。算劣质的品质较歹的空眼布啦，含一支笛用来鼓励因热心困劳之后，一支笛就是应该是做权杖用的就互因同齐转去因的所在也写一张批，互因同齐带转去，互传道人 Adris Marquinhos 甲伊讲。上述的村社已经归属咱因此呢，爱甲迄附近荷兰属下各社居民讲，必须爱和即寡村社的人友好来往，违反者会遭受到阮极为愤怒的处罚就是你若无和伊好，你若无和伊友好，我就会甲恁处罚啦并且要继续甲村落的佛罗摩萨人。带来厝地迄寡也袂来个食阮所无提拔的佛罗摩萨人下晡接到网港寄来一张批，知影讲下晡Poppin 已经转来了就是去对路的迄个人伊自作主张去到李林社，经由好无人社转来。该社的人温群招待因，还阁护送因到河边。又阁写讲，李林的居民捌看到一个班帮人，就是倒早班帮人伊讲是坐一只荷兰船伫遐靠舰
因就亲切来招待伊，并且放伊转去台湾。嘛，正是讲对小人传来的谣传，讲伫虎母顶下的人计划要伫个群里要落来吼。啊，若是讲到迄寡路咧，拢无看到吼。今仔日写一张批去小人互牧师 Junius， 甲伊讲，甲迄寡被受禁的新仔人、死的故的控告人派来处理。以便结束即件案吼，因为即件案已经拖真久，离牧师 Melchino 对即个案件嘛无清楚。此外，今仔日大部分时间拢咧检查灰仔，看到即寡灰仔真无好，真粗，乌又搁为甲迄花草为了足歹。4月14好天有北风，下晡又搁有一只帆船对福州来到遮，再来生意人招食鱼仔含9000罐鲜仔麦仔酒，对因听到以前已经听过数次，已经听过几两摆吼，安尼听过几两摆安尼糖，因为鲜仔可汗严重，可汗就是干旱吼，所以产量真少，而且真贵糖啦吼，即嘛讲这糖产量少搁贵，70斤一担的糖卖到1两半的情云，而且因此担心讲无法度满足对糖的需求，惊讲供不应求啦吼，真紧就会转来安海吼，歹势因此烦恼讲无法度满足对糖的需求吼，又搁知影讲食新路已经食新路毋知啥物人吼，已经伫14天前离开安海前往广州，要去卖欧洲所需求的丝布，但是伊为着满足日本需求的好，真紧就会转来安海，又搁讲无偌久就有一只帆船对福州前来处理，下晡另外有一只帆船对南方来到遮，载一批鱼甲新茶，载16个人。4月15号，风甲天气遥远像昨昏，对南方有一只帆船载茶新来到处地。载16个人，稽查官 Van der Burg、收索员 Van den Eyden 和秘书 Schlemans 被派去威廉树林、哈根纳斯树林、甲迄个3座小树林的南边遐顶盖庄吼，拄则讲伊迄什物稽查官、收索员、秘书吼。去遐顶盖庄，禁止任何新仔人甲其他居民去遐来去迄个树林内底，就是讲盖庄的北边普查，以便驻军和荷兰船伫咧台湾附近不致无欠缺查询甲无聊吼。因伫咧阴暗转来报告讲，因已经按照命令办理好了。今仔日牧师 Junius 和 Bavius 专程来甲阮讲，迄个3个同齐派伫大麦连和马里马伦社做教师的 Abraham van der Dusen、Samuel Miles 和 Peter Muder 对教导迄寡盲目啦吼，以教导来认捌神有无好的影响，就是其他，就是讲，就是3个同齐派去大麦连甲马里马伦社做牧师的迄3个人啦吼。
对教导迄寡盲目诶异教同来认捌上帝有无好诶影响，因遐尔啊放荡奸淫啉酒醉，又搁对居民强暴对性工只有妨害无帮赞啦，就是即寡人对传教无效啦因此就请求甲因拢调转来，处罚因的恶行。歹势，对，处罚因的恶行，用来警戒别人。伫即个期间，因的设法帮赞受教的人数大大增加的福尔摩沙人。4月16，透北风大扫好天，有下日的船只来到遮所在，海软甲人数如下：2只篷船来自澎湖，3只来自烈士，载200担盐，119个人。有2只高压船和1只篷船离开遮，航往南方去载石好和茶新。载有29个人，中昼公布，并且带出本个月13号决议的关系着普查以及禁止礼拜时开店做生意等等的告示今仔日甲打出去今仔日嘛决议，根据牧师昨昏对学校教师 Van der Dusen、Miles 和 Peter Mudervan 的指控。议会将会伫近日派检察官 Van der Burch、商务员 Pels 和 Van den Eyden、秘书 Schlemans 为代表，去遐调查因的案。也决议讲要甲下属 Adolf Pappin 和炮手对网港调回处地，质问因道来逃走，和无请示家己自作主张啦，家己擅自前往莅临的责任并且要派中士 Hans Osenberg 去遐接替伊的职位。详情请看今仔日的决议了。今仔日偷开迄2只篷船所运来的鱼仔，看着拢真粗。也拢为了无好，因此呢，必须对中央分做好歹2类特别是盘啦不过竿啊、管啊，迄个啥热壶碗，这啥物件？碗内底堆一寡暗的物件啦暗的听有无？暗就就是若敢若稀饭，但是较无暗。但有啥物叫暗呢？可可啦，热壶碗，这啥物件？学一下这个词暗。大多数的暗 AM 第2声暗就是有3个解释浓汤，第2是糊。第3是暗糜啊，暗糜啦其实阮讲暗糜山上暗所以暗就是迄个稀饭的汤啦叫做暗但是暗糜啊，就是讲规个含迄个饭粒算在内
伤暗，讲伤暗是啥物意思？无收这个词。克。比较稀的，浓跟稀。对，比较浓，安怎讲？克对无？啊，个稀，然后稀读做暗，吼，吼 ，OK， 安尼对。久无讲，根本袂记。好，咱继续转来第二只吼。今仔日公布并且打出本个月13号决议的关系，着普查以及禁止礼拜日开店做生意等等的告示。今仔日嘛决议根据牧师长对学校教师 Van der Dusen、Miles 甲 Peter Moldovan 的指控，议会将会伫近日派稽查官 Van der Burch、商务员 Pels 和 Van den Eyden、秘书 Schillemans 做代表。去遐调查因的案件，嘛决议讲要甲下属 Adolf Poppin 和炮手对网港调回到即个台湾遮，质问因努力逃走，和无请示家己着自作主张前往即个离任的责任，并且派中士 Hans Osenberger 去遐去接替伊的职位吼。详情请看今仔日的决议录。今仔日偷开迄两只胖船所载来的鱼仔，看着拢真粗，嘛花草拢为了无好，因此必须要对其中分做好歹两类，特别是盘仔，毋过干仔、管仔吼 ，Club Musen 即毋知啥物件吼，拄则大家遮吼，热壶丸吼，甲即个。芥末罐吼，热壶丸我毋知要怎讲，碗吼来对暗用的吧吼。芥末罐就是罐啊，迄个对瓦萨比吼，含即类的小鱼啊，拢抑阁会用的。即个原因呢，根据生意人焦实所讲，因为即寡鱼啊，伫寒冷的冬天制作，如果是伫6、7月来制作。一年当中上适当的月份，就会因为打扫，所以结果会较好，搁较幼吼。胃的肚嘛会搁较水，但是但愿如此啦吼，互阮会当以后会当明白。4月17，由原是有北方的好天，两只胖船离开此地，航往西南沿海。载一批鹿仔肉、藤甲咸鱼，载116个人，也有一只高野船对南方来到遮，载一批新茶16个人，载16个人。下晡一只小胖船对安海来到遮，带来3大青白丝、200匹的鲸羚、30匹的银缎，含118顶黄金。再有20个人对因遐知影讲罗嗲，即个是谁人啦吼？罗嗲，别号叫做加西尼尔，伫个距离今仔日18天前出发前往广州，要去卖阮祖国所需求的布料。离迄个诺印的胖船还阁停泊伫遐，因为好物对北平还未落来，所以最近未来此地，未前来此地。4月18，有强大的北风的暴风雨的天气，无台地记载师拢无准时出入。4月19，好天有西北风，3只高野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载一批鱼甲新茶，合计载98个人。下晡，稽查官 Van der Burch、商务员
John Pels 和 John Van Den Eyden 以及秘书 Philips Schillemans 出发前往大目连社。因是根据本个月16号的决议，被议长派去确实调查罪犯 Van der Dusen、Mice 和 Mulder 的案，的人啦被议长派去调查即个案的人这是根据本个月16号的决议啦上诉Van der Eyden嘛要去视察西那人4月20。4月20，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一只胖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载咸鱼和新茶载32个人。一只高压船来自南方，载一批船，坐6个人。4月20，强烈的北风有下日的船只来到这，毋知几只的篷船来自偏湖，载30担盐，载12个人。一只高压船来自安海，载地层母，载7个人。一只高压船对南方来，载丁6个人。也有几只船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就是有一只篷船前往南方去载新茶，载12个人。4只篷船航往西那沿海，载一批新茶甲咸鱼，合计载有700个人。4月22，有强烈的北风，又搁要落雨的天气。暗时有一只篷船来自金门，载30担盐和36个人。4月23，好天有西风有2只篷船来到这，一只对加布来，加布是啥物所在？讲应该是进步的另外一种写法，就是啥物尾？巡尾巡尾3点水的巡找寻迄个寻巡尾进步进步的进步加步的还是进步的，就是巡尾就是即马福建省厦门北平的一米，即马名叫做一米较早叫做巡尾伫即个400年前24，4月24，晴朗打扫的天，有北风，一只篷船对和2只高压船航离此地前往安海，载一批沙鱼翅、丁、鹿仔肉和胡椒，合计载有73个人。也有一只篷船来到这，载50担盐16个人。4月25，天气也像昨昏有南风，一只篷船离厝航往西那沿海，载一批咸鱼12个人。也有4只篷船来到这，就是3只对南方的淡水来，其中1只载石好，另外2只是载丁甲新茶有一只是对小琉球来，载椰子和椰子树皮，合计载有46个人。我摕水起来。这个有。下晡4月25啦下晡迄2个伫3月22解冻文书 Christine Smarbach 去避难的士兵对避难转来，
对该文书诉期本个月19号写予知本的内批得悉，知影讲迄只庞存阿克马尔号伫咧发出即张批的时阵，还未到遐，也都拢无听着讲阮派人去金矿的消息吼。也得悉，也知影讲已经甲比南人讲，以及迄附近的村社的居民讲吼，后一出北方季节开始的时阵，就爱含伫南部村社的居民共款来纳税，将来要证明对阮所有的报告拢会完全顺服。对因最近伫咧对抗弄桥人的时阵，迄种看起来诚难死的表现，吼，就是对即种表现吼，会甲因原谅吼，也是讲，日本社的人上述 Smart 9号来告伊选举变队，所以甲因讲叫因去带咧变队吼，就会答应因的9号的要求吼。对此呢，因同意伫阮符克之下吼来刷所在，因此就伫咧日本社河边指定一个适合大的所在吼，建造因村社的地方互因。因嘛承认将来随伊归属荷兰政府完全顺服，将来愿意啦吼，愿意安尼完全顺服。伫比南甲附近村社发生的代志，详细记载伫下面该文书所写的日记内底。好，哇，落长，哇！即篇非常长，因为记到为虾米遮尔长呢？就是因为拄则讲的吼，就是伫比南甲附近的村社所发生的代志，记载伫下底即个所写，即个文书叫做新的嘛所写即个日记内底吼。13分2，咱来读偌济算偌济啦吼。Christian Smarbach 伫咧比南社所写的日记吼，下底拢是写吼。对1643年3月22到共一年4月19，经过1个月啦吼，无到1个月啦，将无3月22，对，已经也未到1个月吼，将近吼。3月22是安尼写吼，中道秘议长 Maximilian 雷马尔的阁下派遣，伫接受指令了后，该党翻译员 Anthony van Cochin 含入的2个兵，坐一只小车保掠鱼的用客船吼，航离台湾，要去下淡水和放哨啊，或者是其他更较好的所在来登陆。经由 Barbaras 社、甲塔加布社和加林吉社吼，尽量较紧前往比南吼，暗时啊来航越打到，规暝拢任其漂流，因为完全无风。这3月22。已经读到4月25，结果即马搁咧记这3月22吼，当然这是无共人写吼。3月23早起约2点钟，透起微风，所以就趁风航越下淡水，拍算要踮遐放哨啊，要踮咧放哨啊遐来登陆，来到放哨啊附近，拄着相应的大海浪，互迄只用客船吼，已经真老久啊吼，会用客船无法度留踮遐，因此只好回航去淡水登陆。目前拢看有啦吼。对这只派士兵 Adrian Feluminos 去派驻放哨啊的荷兰人 Ray Barents 遐吼。
我休一下。3月23读到对，讲3月23，我搁甲定读者吼。早起约了2点钟透微风，所以我就趁着风势吼，航我下淡水，拍算要去伫放索遐来上山起山吼。但是来到放索附近的时阵，拄着汹涌的大海涌吼，汹涌的大海浪吼，互迄只互迄只帆船已经真老真旧的帆船无法度留踮遐吼，因此只好回航去淡水登陆。对遮派士兵 Adrian Ferminois 去派驻放索的荷兰人 Ray Barents 遐去甲伊讲，阮伫咧淡水起山咯，并且甲因讲，阮为着要继续前进，需要16个居民来搬运行李经过迄条通道，请伊对放索派一寡居民来。入遐以前的2点钟，看到16个到18个放索人来我遮吼，要甲指导啦吼。倒我就含因同齐上路吼，伫咧夜里，伫咧半暝1点钟来到放索社内，即夜就伫遐咧过暝。这是我又搁读到人搁洗身去啊。根据雷的 Barents 讲，龙桥社的人大胆来到即个放索社附近的边地杀人，带走头壳，对即个代志，就敢若像其他的代志相款吼，拢是后来才发现的吼。3月24透早对放索社吼出发前往冈格兰社冈格的对驻卡地市。这足长呢，驻卡地市。Smallback 是对放索经过的坎格兰、Boboras、塔加布、卡林吉兹、泰马里、低本溪前往避难，可能伊是沿拿边溪来社溪上山。搁沿着即个金轮溪落来到海边然后再沿着海边经由泰马里、低本溪前往避难上述即寡地名嘛，应当伫即条路顶头兰兰，就是上述的即个冈格兰的笔误，或者是另外一种写法泰马里社塔法里，就是即马大东县泰马里乡。塞鲁斯又搁写做塞鲁萨，就是沙捞社甲伫花莲县瑞乡。瑞乡沙捞社是第7个主卡，第6个主卡是泰马里读到对啦，人才洗身去，错无。3月25，阮继续上路前往波波拉社，中昼来到即个社，因为该社的酋长和其他的长老拢无伫厝，
拢去因的农地啊吼。虽然讲以后派几个人去找因，因为迄块农地真远吼，爱2-3点钟才有才会当转来到庄骹吼。因此，就即暗就决定，就甲即个老爹厝地过暝吼，应该是老因的人吧，荷兰人吼。即伫即当中，问了康格兰社的酋长。哦，转来是即只，主骹无啥物。又搁讲，若是伊去到台湾，伫遐看着几去到台湾，就会像资本社的人安尼被抬头，因此大起惊吓，回头转来，伊已经先伫人社附近看过一块地，并且留下2个伊的人去扑草木。所以即出戏的即个主角吼，伊叫做啥物啊？伊叫做因此大起惊吓。即本是152就是 LOL 吼296V 吼，所以就甲讲，迄寡新仔人吼讲白贼。因要活的关系，就已经去看过土地，并且留落来。迄2个人伫咧倒位扑草木。如果伊讲的是实话，安尼就好，表示对阮所讲的完全认同。但是嘛，可能只是迄个喙角凊彩讲的尔吼，实际上并无遵行。因此，伊议长阁下命令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警告伊，必须要拆掉迄遐厝，带领伊的人前往放水啊附近的边地山，去遐住遐吼。如果无遵行，就会遭受到像龙桥人和本社人所遭受的迄个。食物啦吼，所遭受的处罚啦吼，像即个龙桥和日本社人相款的处罚。对此，伊真诚恳来承诺，一定会用上紧的速度带领伊的人去遐经证。24分，我决定读到遮要来哦，因为毋知我读到倒位，3个礼拜吼。好，读到遮啦吼。3个礼拜，我后回再对3个礼拜，我继续读起吼，明仔载吼。好啦，多谢多谢大位，多谢大家啦吼，搁多谢各位，读到爱困，真个到。好，嘿啊，好，再会哈。好，多谢大家。规房。